的当中，你是主是上帝，伫一切事上成就你家己百姓的救恩。主，阮今仔日来到伫你的面前，是因为你的疼痛伫阮的心上，所以我要感谢，要学乐，将一切颂赞荣光归予你。耶和华，阮的心较无你的疼痛，你的灵保守照顾引带阮。当阮到伫主你的面前，三脚徛起的时，愿上帝你继续赐恩伫阮的心上，安静阮的心，互阮的灵魂体，拢伫主的保守看顾下面得到恬静，通互阮伫主的面前，用敬虔、用感恩、用娱乐，诚做献祭伫主你的内面。你是主，是耶和华，要束缚你的百姓，互见若倚靠你的人，拢对你来得到能力。主啊，也互阮用这个能力，来通伫这个地面上来做主你欢喜的工，因为你堪得受一切娱乐甲敬拜。愿荣光归予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搁再一届，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祝福，为着咱台南市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祈祷，祝福今仔日台南市、台湾每一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组织的教会，拢会通尊主最大，并且得主的路用。特别咱恳求上帝赐恩帮助，互台南市的正教会会当合作节照主所应允的，当咱互主所联合。咱会成做大群，安乐圣教会要成做上帝所录用荣耀的教会。安乐圣教会要伫台南市发挥基督的能力甲祝福。咱为着咱家己奉献互主录用，将着咱的小组，将着咱的教会献伫主的面前，互咱会当联合台南市正教会来影响祝福咱的国家。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主，你是上帝荣耀的主，你亲自伫一切事上成就你美好的旨意。主啊，你来炼净我活命内底所有一切的拉三误会，用基督的宝血洗清我，并且佮帮助我，互我伫主你的内面，伫你的听内面，甲你相同行。耶和华因带阮，赐恩伫阮的身上，帮助阮，互阮行伫主你家己欢喜的恩典内底。你是看顾世间人的主上帝，主耶稣，你又搁亲自为阮来祈祷，伫被上帝正边替阮来恳求。主，所以你赐恩伫安乐圣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每一个小组，伫整个教会内面彼此相听，诚侪健康的教会，诚侪健康的家庭，是伫基督内面彼此相听的家。主啊，阮搁较恳求你，继续帮助阮，互教会诚侪一个疗伤的所在，互阮彼此相疼痛，互相照顾，彼此扶持，同行天路。除去阮心中一切遐无属上帝心思意念以及行为动作，乃是伫主你的内面，倚靠你向前来迈进，互教会会通继续伫主你的听内底。阮继续向前行，阮彼此相听，阮学会晓怎样伫主你的内面接受训练，诚侪上帝你的欢喜。主啊，阮将家己交托伫你的手中，你是主，是上帝，你亲自看顾，你亲自保守。将着今仔日，阮会通诚侪耶和华上帝的军队来感谢。主啊，互教会高真。因为透过上帝你圣灵的教导甲引带，会当诚侪耶和华的军队，叫这耶和华的军队伫这个地面上联合做阵，主互阮同心，会当做成迄个更较大的工。主啊，帮助阮，是你的灵来引带阮，互阮对主你来行，靠主来征战，并且赢过四面的仇敌。会当显出上帝你伫教会内底的权能，继续按照这个世代来见证上帝你的圣名，高举基督，明白圣经，传扬福音，将着主你家己的疼痛见证伫这个土地。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来，请保安兄来报告，吼，谢谢。平安。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感谢主的恩典，顶礼拜这次改选的结果，由木淑元姊妹谢春红兄弟当选的新任这次，愿上帝祝福带领教会同工一同来侍奉，同心前行。第二，感谢各位兄弟顶礼拜为着中大新人医奉献，若阁有志伫这个处事这个奉献者，请伫将来得来索取着这个奉献地，并且继续为着学院的事工祈祷守望。第三，12月初4，就是拜到拜4，廖牧师将前往中国培训，敬仰兄弟为着牧者爱侍奉得力行程平安祈祷守望。第四，12月初5，礼拜5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要来救援。敬召的兄弟有了时间来参加，一同为着国家、城市祈祷守望。第5，12月初7，就是后礼拜日下午1点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12月份的执事会，请现任执事及新当选的执事一同出席会议。第6，12月初10，拜3暗时7点半，伫台南YMCA 合作团及东海大学校友合作团伫台南文化中心要来演出《爱甲和平》的上集，欢迎兄弟前往领赏。当日教会祈祷会改做参加这个聚会。第7，12月21，礼拜日圣诞主日将举行洗礼节，有意愿受洗者，请目前同工来报名。已经有报名是杨俊贤、李建立、吴古桃。第8，2026年1月初10拜六上午9点半要来举行主日崇拜、服侍同工的这个训练，敬邀所有现主持参与侍奉的同工一同来参加，也邀请未来有意加入服侍的同工参加。请伫这个教会消息广告的这个群组填饼这个报名表。第9，教会今年度圣诞活动邀请卡已经印制好，也放伫这个招待桌，请各位兄弟自行来索取发放，敬邀请亲友来参加。咁么补充报告，无即是要请特别敬拜团。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过一摆来到伫主日早起时，咱同心做伙伫主的面前，咱会当同齐来敬拜。即时咱就邀请大家做伙起立，咱伫主的面前，咱做伙用诗歌来学乐咱的上帝，来到伫上帝祭坛的面前，咱同心用欢喜的心来献祭，来高举咱上帝的名。耶和华的名，荣耀拢归你，圣洁最真他敬拜耶和华，大水的花好，你这的最好，你要赐平安，你要加归来，耶和华的名。荣耀拢归你，圣洁最真他敬拜耶和华，你患难的事，你要帮助我，信赖我可你就要得帮助，我要欢喜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我满有为
样大有能力。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一摆来歌曲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荣耀拢归你。圣洁最正他敬拜耶和华。大水的花好，你这个最好。你要赐平安，你要加归来。耶和华的名，荣耀拢归你。圣洁最正他敬拜耶和华。你患难的心，你要帮助我。心爱我可你就要得帮助。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咱的姊妹，只是咱当心伫主的面前来祈祷，就亲像诗歌当中咱所唱的，咱用圣洁做砖塔，要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就来到伫主的面前，自洁咱的心，让咱的心清气，来到伫主的面前，要来仰望上帝。伫诗歌当中，甲咱讲，伫患难的时，主要来帮助咱。将咱活命当中所有的软弱，所有咱所面对的这些重担，交托伫上帝的手中，无互这些代志来拿走咱，来敬拜上帝。唯独主牵得咱一切敬拜甲娱乐，咱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要用咱的活命来回应上帝的听。咱这时的伫主的面前，咱当心来祈祷，伫主的面前自洁咱的心，来敲找上帝引带。咱当心来祈祷，请。主，我来到伫你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来学乐，我们来敬拜你。主，因为只有你，你是阮活命的引带，你是阮活命的看顾。主啊，当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的心无搁再惊吓，阮的心无搁再感觉忧伤，因为阮知影是上帝你甲阮三甲同在，阮知影是上帝你的听从，是上帝你的心意，一直来引带阮，一直来看顾阮。主啊，互阮的心伫你的面前讲，主啊。搁再为着阮家己追求阮家己的代志，互阮错失了上帝你的恩典，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我会当讲主啊，愿阮的活命会当来荣光上帝你的名，愿阮的活命会当来高举上帝你的名，愿阮的活命会当进入到伫上帝你恩赐当中，用圣洁做砖塔，阮要来学乐你，要来敬拜你，主愿阮的心清气，愿阮的心独要来消找你，无互别项代志来拿走阮，无互别项代志来引诱阮，互阮活命会得独要来消找上帝你的心意，愿你引带，愿你带领，感谢主，学乐主。耶和华的名，荣耀拢归你。圣洁做砖塔，敬拜耶和华。大水的花好，你做的最好。你要赐平安，你要加归来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荣耀拢归你。圣洁做砖塔，敬拜耶和华。
咱的心，你要帮助我，心内我靠你，就要得帮助。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我要欢喜来现在，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来现在，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你满有威严。你满有威严，大搁一摆来宣告，咱的主大有威严。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兄弟姊妹，请坐。当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的心欢喜，要来献祭，要来用咱的心、用咱的灵来敬拜，毋是靠着咱家己，毋是靠着咱的努力，咱会当来到伫上帝的面前，乃是上帝亲自借着耶稣基督降世伫这个世间，伊代替咱来死，伊代替咱为咱的罪被受钉伫十字架顶，但是伊第三日对死过活，证明伊赢过死亡的权势，所以咱会讲来到伫主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咱会当来到伫主的面前来敬拜伊，咱会当来到伫主的面前，甲上帝三角连结，咱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要用感恩的心，咱要用敬畏的心来高举咱上帝的名，只有伊堪得咱一切的敬拜甲学乐，愿咱的心在伫主的面前专心降服，超出上帝的心意。坐伫宝座顶，圣洁羊羔，我用力敬拜阿拉。古早现在直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宝座顶，尊贵羊羔，我向你敬拜阿拉。尊贵荣耀权势，拢归予你的到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堪得敬拜甲尊崇。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到永远。坐伫宝座顶，圣洁羊羔，我向你敬拜阿拉。古早
现在直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宝座顶尊贵羊羔，我向你敬拜阿拉，阿拉尊贵荣耀冠冕，拢归乎你的高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堪得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堪得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兄弟姊妹，咱这时就开嘴来祈祷，伫主的面前献上咱的恶乐，将一切荣光、尊荣、道德归乎咱的上帝。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哦，主，阮的上帝，阮的主，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来恶乐你，我们来看过，要来高举上帝你的名，因为只有你，你的名是至圣、是至权、是至尊的上帝。主啊，你伫阮当中所献出一切的荣光，主啊，阮伫你的面前，阮多多要将阮家己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要来高举上帝你的名，要来高举引传得到上帝你奇妙的疼痛旨意。主啊，互阮伫你的内面，阮的心无搁再惊吓，因为阮知影，阮的心都来到伫你面前讲，主啊，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名独独要伫阮当中来引传阮，来扶持阮，互阮的活命就伫上帝你的引传当中，我们来看到上帝你奇妙的看顾，得到上帝你奇妙的保守。主啊，虽然阮知影，伫阮内面有济艰难困苦，有济物件哪早阮，主啊，但是阮愿意来到伫你面前，敲出你讲，上帝啊，愿你的旨意显明得正伫阮的内面，伫阮的活命当中，亲像伫天灵共款。主啊，阮的心就独独要来仰望你，要来敲出上帝你的心意，要来得到上帝你奇妙的引传，愿你带领，愿你亲自伫阮当中显出你的荣光，显出你的旨意。坐伫宝座顶，圣洁羊羔，我向你敬拜阿拉，古早现在直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宝座顶尊贵羊羔，我向你敬拜阿拉，阿拉尊贵荣耀冠冕，拢归乎你的高永远。请咱徛起来吟唱。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堪得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万王的王，万王的尊
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就你看着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我要高举你的生命，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主啊，阮的活命是你所救赎的。主啊，阮的一生独独就要为你来活。虽然在阮的活命当中有这代志哪早阮，有这代志引诱阮要来脱离上帝你的道路。主啊，但是愿你的话，愿你的真理的话，常常踮伫阮的内面。互阮定定少念上帝你的心意，阮知影，阮的一生要跟对上帝你真理的道路来行。主啊，愿你来引带，愿你来带领，用阮的一生要来回应你的呼召，要来跟对你的脚步，用阮的一生道道为你来活。你的话踮我心。当我茫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踮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叹，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踮我心，当我茫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踮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叹，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主啊，我要跟对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
用你的好调甲听唱，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我一摆来求上帝，求你用我，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我所亲爱的细囝，你伫人生的三岔路口，你毋知要安怎样啊选择。请你会记得，上起初的时阵，我感动你的第一个感动。我感动你的第一个感动，就伫迄个时阵选择迄个选择，因为迄是我互你的感动。迄条路无一定上顺遂，但是伊是我所想述互你正确的路。你着回想我第一个互你的迄个感动，毋是尾啊才想到遐，是第一个我互你的迄个感动。迄是我要互你正确的道路，迄是我互你的感动。全能的主上帝，你的疼痛甲阮同在，互阮会晓得回应你的疼痛甲呼召。做阮真侪时阵为着家己做拍算，但是遐个拍算真侪时阵是透过阮家己的意爱，有的时阵阮也掺杂着其他无介正确的方向，甚至有时阮将着私心藏伫内底。但是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倒转来回想起初阮对你的疼心。就是你拯救阮的迄一时，做阮有讲，我要将阮的一生奉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但是对着日子经过，渐渐阮袂糊阮起初对你的疼，阮选择家己的道路。主啊，至到阮伫这个时阵，也毋知阮已经行到倒位。总是主你搁再一届帮助阮，赐恩伫阮的心上。感谢你借着诗歌的敬拜，互阮倒转来伫主你的疼痛内面。你是主，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主，你堪得受一切恶乐甲尊重。你牵人的手，行人生的路。你是上帝，全能的主上帝。主，天顶地下拢要来敬拜你。如果天顶地下拢咧敬拜你，主，阮算什么？阮敢毋是更较应该来敬拜、尊重你的性命嘛？主啊，自天述说你的荣光，全地学乐你的性命，互阮会当甲你三甲同行，将一切上赞学乐拢归乎你，也继续引带阮的道路。感谢你，因为你是以便以谢的上帝。
到如今拢帮赞愿。你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为阮备办所有的一切。献上我的感谢，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啊，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镜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啊，这请坐。这时，咱要同齐用启应文来启应上帝的话，来上读上帝的话。咱来上读启应文第48篇，我来启请兄弟来用好的部分，咱就做伙来读。启应文48篇，我是对天顶降落来活命的牛。人若食这牛，就要永远活着。我所要饲的牛，就是我的肉。为世间人的性命所赐的。恁若无食恁主的肉，无啉恁主的血，就无活命伫恁内面。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就有永远活。我日我要互伊过活。我的肉真是通食的，我的血真是通啉的。食我的肉、啉我血的人，上伫我的内面，我也上伫伊的内面。阿门。阿门。下面时间，咱请牧师来为咱证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请开就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约翰福音》第4章43节到54节。咱同齐来上读，请。过了迄2天，耶稣离了迄个所在，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家己做见证讲，先知伫本地是无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伊伫耶路撒冷过节所行一切的事，就接待伊，因为因也是去哩过节。耶稣又搁到了加利利的迦纳，就是伊早前变水做酒的所在。有一个大臣，伊的囝伫加百农着病，伊听见耶稣对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伊。叫伊落去医治伊的囝，因为伊的囝用要死了。耶稣就对伊讲：若无看见神迹奇事，恁总是毋信。迄个大臣讲：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囝还未死就落去。耶稣对伊讲：转去吧，你的囝活了。迄个人信耶稣所讲的话，就转去了。接落去的时阵，伊的仆人迎见伊，讲伊的囝活了。伊就问什么时阵见好的，伊就讲昨日末时就摕了。伊就知影这正是耶稣对伊讲你的囝活了的时阵，伊家己甲全家就拢信了。这是耶稣伫加利利行的第2件神迹，是伊对犹太转去以后所行的。阿门。耶稣基督是国活的主，伊毋是家己国活。伊是互人对死国活，并且伊活到永永远远。虽然咱有一日会离开这个世间，但是咱的活命伫基督的内面得蒙保守。活命伫这个地面上有咱家己的软弱，总是咱通看见。约翰福音第4章43节到54节，是咧描写这个大神的囝，但是进前的时阵，咱牧师有甲各位分享过，伊是
甲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相甲见面，因伫遮个画面内底三幕，耶稣基督体贴了解迄个妇人人的需要，明白伊的心灵所需要受照顾的所在。伊也知影即个大神所拄着的代志，耶稣基督也了解，也体贴，也接纳，也医治。咱的画面有软弱、问题、困难，但是咱看见，当人拄着耶稣基督的时阵，伊的画面有一个新的开始。圣诞节，咱咧纪念耶稣基督对天降世，咱毋是干那咧纪念2000年的代志。伫今仔日2025年，上帝犹原做代志伫咱当中。咱要将下面的时间来交互瑞泽兄弟，也要甲咱三甲做分享。伫12月20、19，咱有一个或者 fire 特会。了，这个 fire 特会、烈火特会的时阵，也要甲各位三甲做来分享，怎样来甲主耶稣基督三甲三幕，并且咱会当甲主同齐做伙建立迄个画面的美好，并且互咱的画面对主来得到更新。咱拍拍来欢迎蔡瑞泽兄弟。好，歹势。兄弟姊妹平安。平安。我要来分享一下，阮伫今年的一个新的一个特别的，这个暗会安尼，伊是伫12月19的暗时8点开始的。原本呢，这是伫阮今年要有比阮的圣诞节伫12月20的暗会。这届牧师的主题目是以马内利。阮就开始咧筹备这个暗会的时阵，佮有讲要安怎用伫圣诞主题这个暗会有安怎的内容安尼活动安尼去做。上帝互阮看见，伫阮的画面当中，阮的其实会经历着三个状况阶段，一个是阮的先破碎阮家己，然后上帝透过伊的圣灵医治，互咱有一个更新的生命画面出来。上尾阮就会经历一个画面的突破，迄是对上帝遐来的。所以呢，阮即届有用到差不多这三个迄个主题，迄个情景来设计，想讲要互阮的兄弟姊妹，这是会友限定的哦，只有会友会当参加的安尼对。所以阮的为后一张，阮即届呢就设计了三个即个卡片，一个是必利恒的迄粒星。伊一开始的发想是伫迄暗，迄个伫耶稣降生的迄暗，暗时有无有一粒星伫遐，迄个是必利恒的星。伊就带着三个博士去雕近耶稣基督，所以迄就是互阮找着耶稣基督的一个迄个记号，迄粒星。当咱找着耶稣基督的时阵，咱就进入着画面的一个更新嘛。所以呢，第二个迄张图就是迄个问的迄个，就是耶稣的空分木。意思是讲，咱经历着找耶稣基督的时阵，阮的画面会为一个黑暗的内底进入到一个光明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过活了，带阮更新嘛。所以，阮的即个设计就是讲，耶稣基督会陪阮行过阮生命画面的出口。进入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光明的生命画面开始安尼。当阮经历着这个医治，进入新的开始以后，上尾这支就是蜡烛。这个蜡烛就是象征迄个以马内利迄个听候的迄个蜡烛。上帝一直拢甲阮同伫的伫遮，咱要听候的是，搁一届等到主来迄个时阵。定候的是等到主的时阵来到，伊的能力会降定阮的身上。所以阮迄阵发想的是伫迄个使徒行传的时阵，迄阵伊毋是伫马可楼，迄等待圣灵降临的时阵，迄个等待即个过程安尼。所以呢，阮为即三个总部分阶段，进入到后一个阶段，就是。阮伫遮即个快乐特会的4个英文字斗做伙，头一个就是找着耶稣，看到耶稣，
伫阮的画面内底，有可能是阮敲找着耶稣，嘛有可能是耶稣亲自来敲找阮。哦，这是共款的。第二个，这个因土就是阮的进入这个光明内底。第三个，这个 R 是 restart， 就是讲阮的画面，搁爱重新搁一届更新，受到迄个装备，搁有医治安尼。啊，上尾后就是伊玛内利，就是即届的主题，就是上帝着永远教阮三地地。所以伫我咧要准备遮个分享的时阵，就是咧，阮的即个意义，就是讲要伫阮的信仰上，袂当搁停伫遮，爱有一个新的突破。有可能阮伫画面当中会有足一个困难，感觉无力的时阵，感觉失去希望的时阵，毋过阮要伫即届暗会，搁一届。经历着对天父遐来的迄个意志，佮有新的突破，新的画面伫即个内底。阮的即个暗会呢，会有用敬拜、祈祷来伫即个暗会内底，互阮搁一届进入着甲上帝当地地、甲上帝沟通的迄个环境、迄个时阵。啊，阮搁有一个1对1的，有人会为阮祈祷安尼。啊，毋过阮即届参加的对象是。高中以上的到拢会使，拢会使。高中以上就会使。啊，国小的袂要紧，你嘛会当带来。阮伫5楼会有迄个有专门带迄个儿童的，啊会帮伊迄个照顾，帮阮照顾安尼。所以伊即个暗会是伫12月19拜5的暗时8点伫1楼遮，所以邀请大家来。啊，伫我咧有备即个分享的时阵，上帝互我想到一个足奇妙的迄个。比喻就是我想着讲，咱咧烘肉的时阵，咱毋是有迄个火炭吗？咱就亲像迄种火炭共款。咱的火炭吼，要有火要来烘肉的时阵，是毋是爱先烘1支2支，啊，互火一点仔倒起来，啊，然后咱就爱安怎扇风，啊，互伊迄个火安怎加速嘛，对无？啊，然后呢，1支、2支、3支，最后成做一个的时阵呢，咱就会成做大火安尼。所以亲像咱的迄个《使徒行传》第2章第20遐有讲嘛，突然间天顶有响声落来，亲像大风吹过，充满伫因坐伫迄个厝内底，搁有迄个指头啊，亲像火显现出来，啊落伫个人的头顶安尼，因着互圣灵充满，照圣灵所处的口才讲别国的话来安尼。所以毋茫，阮亲像即个。打点倒的即个火炭，经过咱的圣灵安尼充满了以后，阮会当组织起来，成做一个足大的火，互咱伫内底有一个新的火为阮内底起来安尼。所以，阮会邀请伫12月19的即个暗时，只要阮也有用，请阮会当做伙排去家己的时间，付上遮的代价来到遮，经历即个画面的意义。搁有突破，更新伫阮的内底，互阮会当诚侪即个光甲即个盐，照亮伫即个世界，阮身边所有的人。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啊，这个非常用心吼，甲咱三个做分享，总是吼，阮甲咱吼。阮甲咱吼，足侪人拢分袂清楚，到底是阮还是咱安尼啦吼。有一个人吼咧祈祷讲啊，亲爱的主耶稣，咱拢是罪人呐嘿。啊，你敢听者？亲爱的主耶稣，咱拢是罪人吼。啊，这是总是咱求主帮助咱啦吼。有诶时阵真正这真无容易分，吼啊，所以啊，无惯势伫台语内底诶人吼，总是咱会人看见做一个非常用心吼，已经咧非常用心咧甲咱。分享啊，这个信息，啊，就是对头到尾的时阵，就是伫12月19礼拜5阴暗，啊，咱有特别举办这个啊烈火特会，啊，邀请兄弟姊妹三甲做伙来，咱会当三甲做伙，透过这个信仰祈祷，啊，是一久长的时间的祈祷，啊，也有人会陪伴你三甲做伙祈祷。同样，咱咧有备圣诞节的时阵。其实，拍开咱的心，清理咱的心。牧约翰牧师啊，世界合格
这个报道团因有讲牧约翰牧师讲一个代志，伊讲伫咱的活命内底，咱若是将着心灵摒扫清气，基督就会来造访咱的心。咱必须要甲这个所在摒扫互伊清气。圣经讲，人若自洁，就是讲有一个意愿，愿意甲咱的心拍互伊清气。安尼，主耶稣特别入来伫咱的当中，求主帮助咱，也请各位会当甲这个时间量出来。12月19，礼拜5，阴暗8点开始，大概会到9点半左右。所以咱求主帮助咱。甲即个圣诞节的日子，也有一天特别是为主耶稣基督、甲主耶稣基督三甲做伙同齐来守望的时刻。咱搁再一届三甲额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痛，成就你家己的救恩伫阮当中，又搁设立阮成做万民的光，互阮去到伫倒位迄个所在，就因为你来发光。祝你来照顾引带阮下面的时间，保守祝福，通互阮透过基督你的听痛甲能力。今仔日，阮搁再一届用主你的话来做礼拜，来敬拜，通过听道来归荣光互主，领受主你家己的能力权柄伫阮的身上，将一切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是讲到另外一项代志，这个代志是讲到耶稣基督离开迄个妇人人的所在去，了耶稣基督伫当中来到另外一个所在。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活命内底，咱定定会有出入，定定会有离开的时刻。总是无论咱出入离开，活命伊是继续向前行。但是基督伫咱的活命内底，原来是不断引带咱，互咱能更较进入上帝创造咱的目的。上帝互咱的年日，毋是干那要互咱随脑。圣经内底讲，咱的肉体虽然一天一天咧毁害，但是安怎内心却是一日一日咧更新。所以活命内面，伊是一方面肉体衰老，但是内心更新。到上界大的问题是有一日。咱这个人会气固换新，咱的肉体毁害，但是上帝要赏赐予咱一个另外一个荣耀的身体。日本的翻译界翻译做容体，荣耀的身体，形体。所以呢，迄是甲即马甲咱无共款，就亲像耶稣基督对死搁活，但是伊对死搁活，甲咱人共款，伊会食物件，伊会行路，但是伊搁会当安怎样啊？伊会甲人软墙啊入来，直接伊就入来啊！伊袂去受到这物件阻挡，甲人共款，但是佫超越人伫以上。所以圣经伫这所在，甲咱提醒，咱的活命是咧向前迈进的。把那个滑鼠点这个地方一下，谢谢。好 ，OK， 好 ，OK， 谢谢。了后，圣经讲，伫迄个时阵过了迄2天，耶稣离开迄个所在，就往加利利去。是安，耶稣伫进前的时阵，是甲这段经文的进前是讲到撒玛利亚人因信耶稣，是因为迄个妇人人做见证，伊讲伊将我所有的代志拢讲出来，所以撒玛利亚人因相信，因伫迄个所在，主耶稣将着撒玛利亚妇人人伊一生的艰苦、软弱这困难，无人接纳伊伊咧超找安慰、平安，超找有一个人。陪伴伊的人生，耶稣基督知影伊遮一切，所以基督伫迄个时阵接纳伊。对到这个妇人人，原本伊的见笑，伊感觉伊的见笑，但是有一个人，伊了解伊、明白伊，所以伊就伫这个时阵，伊知影这样代志。因为这个人毋捌甲伊做伙过，但是因为圣灵的能力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伊想到一个代志。这个人将着我一切的代志拢讲出来，莫非伊就是基督吗？所以欢喜到一个地步，伊将着水干放咧，伊就走入去城里内底，甲人讲，看啦，就是伊。所以遐个人因就拢装出来。
了因出来，因佫邀请耶稣基督甲因三甲做伙住。当因甲耶稣基督三甲做伙住的这日子，因看、因听、因明白，最后因家己做见证讲：即马阮相信，毋是因为你这位福音人，乃是阮亲自听见知影，这真正是救世主。亲爱兄弟，咱需要将耶稣基督放入来咱的内面。当耶稣基督放入来伫咱内面的时阵，当伊真正诚侪咱的学习，咱真正掠伊做咱的模范，安尼咱会去经历到，这真正是救世主。所以基督伫这个时阵，伊过了2日，过了2日了后时，伊过了。耶稣基督离开迄个所在，往加利利去。请咱斟酌注意一句话，等下的时阵，伊会诚侪咱重要的话。要耶稣基督是哪离开呢？因为伊家己做见证讲，先知伫本地是无人会尊敬的。先知伫本地无受尊敬，伫遮呢来讲到2种，一种真重要，就是天差地即款反差的说明。伫遮个所在来强调一项代志，撒玛利亚人伊是外人，但是伊真心相信是安怎？因为伊经历主耶稣基督伫伊活命内底的恩传。但是另外加利利人、本地人，因伫这个所在无一定相信。圣经讲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伊伫耶路撒冷过节所行一切代志，就接待伊，因为因也是去过节。因伫这个所在是一种的认同，因知影讲耶稣基督甲因是徛公平的，所以因会了解，因会明白。但是伫这当中，因是接待伊，圣经无讲伊是真正伫迄个所在，因为伊所行的代志，甲家己的性命交托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咱通看见耶稣基督伫这当中所做的代志，人的反应会是真无相像的。伫约翰福音第4章内底有3种人，一种是犹太人，这犹太人因充满逐样的知识，圣经的知识因非常的清楚，因非常的明白，因有充足的圣经的知识。第2部分是这个福音人，这个福音人咱毋知影伊做无到什么款的代志，但是伊的生活内底是紧张的，因为无伫透中道出来抢水。伊惊遐，伊歹势，伊惊人伫迄个所在甲伊指指点点，所以伊就伫听候伫透中道，人咧食饭，人咧休困的时阵，伊才出来抢水。但是耶稣基督特别伫这个时阵，牧师有甲各位分享过讲，耶稣基督必须要经过这个所在，这个所在耶稣基督来经过，必须这是救恩的必须。毋是即个富人人炎天赤日头伫遐互伊拍，就是耶稣基督家己嘛是爱等到即个富人人的时间的稳准，耶稣基督来到伫即当中。耶稣基督毋是选时间去找到即个富人人，耶稣基督敢毋知影即个富人人因兜住伫倒，耶稣基督知。但是耶稣基督若个找即家己去。也是带着因遮的门徒同齐做伙去到这个富人人因兜。你想这个富人人伊的名声会愈好吗？绝对是愈歹。厝边隔壁头尾一定讲，以前已经有5个啊，即马佫1个，即马佫来一阵，毋是愈。所以耶稣基督怎样趁着透日头的时阵，了后一旁，伊家己出来抢水。耶稣基督了解伊的艰苦。耶稣基督明白伊的心思，所以伊互学生去买物件的时阵，伊就伫迄个所在，甲即个富人人等待即个富人人的临到。亲爱兄弟姊妹，伫咧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咱来定定为着对方来设想。古早少年的时阵，我若甲人传福音，伊若毋信，我拢受气。气到一个时阵，我就甲伊讲：啊，你规气就地较好啊！亲爱兄弟姊妹，拢无咧替别人设想。但是上帝嘛赦免人民，到伫如今，基督知影伊的问题，伊家己搬时间来到遮陪伴即个富人人，解答伊所有一切的问题，知影伊所受的苦楚。亲爱兄弟姊妹，咱爱定定替人来设想，安尼耶稣基督
为这个妇人人设想，当伊拯救这个妇人人，这个妇人人到伫路尾，伊诚侪整个属家城这个城市的福音的使者、和平的使者，伊的见效因为受接纳，上帝通过这个见效的妇人人，诚侪属家城市内底真大的荣光。基督的名，因为伊来受到高举，一个至美世的人，上帝当录用伊，互伊当诚侪上帝所用贵重的器具。这是上帝所赏赐互咱活命的恩典。了，圣经伫这个所在讲，耶稣基督佮到了加利利的迦纳，就是伊早前变水做酒的所在。有一个大神，伊的囝伫加百隆得病。这段经文，咱之前有伫个所在讲过。当这个妇人这个耶稣基督来到加利利的迦纳，早前的时阵，水变酒的所在，迄是一个质的改变。质的改变，水是白白透明的物件，酒嘛是白白透明的物件。一个白白透明、无滋无味的水，但是会当变做一时的藏几多年上好的酒。所以一种是时间的差别，一种是这个质内底本质的改变。耶稣基督今仔日来到伫加利利的迦纳，伫这个时阵，伊变水做酒的所在，有一位大神，伊的囝来到伊的囝伫加百隆得病。咱之前有甲各位分享过去，就是加百隆甲这个迦纳，因两个所在差不多是对着咱台南到伫高雄的所在，所以有一段路的时间。伫这段路的时间内底，耶稣基督来到这了，这个大神伊的囝伫加百隆，就是讲耶稣伫台南，但是伊的囝伫高雄得病。了，这个父亲，这个老爸对着高雄听到耶稣伫台南，所以就赶紧来到伫这个所在，并且伫这所在甲伊讲一项代志，讲主啊，求你来帮助阮。伊听见耶稣基督到犹太的加利利，伊就来见，求伊落去医治伊的囝，因为伊的囝用要死去了。圣经伫这个所在讲，迄个大神讲：神说，拜托你，赶紧去救我囝。好，所以当伊这样讲了，伫这个时阵，伊伫遐个时阵看到伊了，耶稣对伊讲。你若无看到神迹奇事，恁总是毋信。亲爱兄弟姊妹，来，刚有影我来问讲吼，你若无看到神迹，你总是毋信，你会安怎讲？你会讲无啦，牧师你敢安尼讲诶？我无看到，我嘛会相信啊。哪有可能讲我无相信？我伫教会遮尔久啊，我一定会相信啊。我还佫有听者真侪人有见证。我若问讲某咪人，你若无看到神迹，你看到神迹，你会感觉安怎？迄神迹有，咱若怀疑，咱会讲，迄神迹毋知真诶啊假。咱会为着迄个神迹来辩论嘛？但是你斟酌你看这段经文内底，第49节，迄个大神讲啥？神说，先生啊！求你趁阮囝还袂死，你着赶紧落去。你有发现这个爸爸怎答非所问无？耶稣基督甲伊讲：恁若无看到神迹，恁着袂信嘛，对无？咱若一般来回答的时阵，会照字面的回答的时阵，咱会讲你哪会安尼讲呢？我看到神迹，我会信；我无看到神迹，我嘛会信。但是这个爸爸怎？某一部分来讲，这个老爸其实怎？伊是拍断耶稣咧讲话，伊无回答耶稣基督的问题，伊伫咧所在心内底干那想一样代志。即句话讲啥？神说，先生，求你趁我的囝还袂死，你着落去。所以，这个老爸伊的心是怎样？伊伫迄个所在非常的赶紧，非常的紧张。我即摆毋是甲你讨论神迹的时阵，我即摆是干那一样代志。拜托你紧解决我的问题，亲爱兄弟，我领这时阵，咱的活命内底嘛是安尼。主啊，你赶紧处理我的问题。
你赶紧处理我的问题。有一个细囝，毋是甲因老爸讲嘛，讲爸，你互我买一台车。因老爸甲伊讲哦，你即本圣经哦，伊来读会了，哦，我就会甲你讲哦，我互你买车。因囝伫迄个所在，甲圣经摕过来，了后时阵哦，也无显，就甲伊囥咧。伊就讲爸，你赶紧改，我要买车，拜托你互我买车。因老爸甲伊讲，你圣经读了，你就会当买车。伊就逐工看到迄本圣经，无甲伊读就伫遐，逐工伫遐想，阮老爸叫我甲伊拜托伊买车，伊就讲遮尔济问题。了后因老爸甲伊讲，有一工因老爸就甲伊讲，啊，我请你读圣经，你敢有读？伊讲我拢囥伫遐，都还袂读咧，啊，你紧甲我买车。因老爸甲圣经摕起来，甲圣经牵到上路尾仔，甲伊讲支票伫遮啊，哦，啊，你都拢毋读啊，啊，我就甲你讲，我爱你做诶代志，你拢毋做，你爱我做诶代志，你就叫我赶紧做。亲爱兄弟姊妹，活命内底有一寡步调，伊是爱经过诶。伫这当中，当然咱会了解，这个老爸，咱会当体会伊诶心情。我毋知影伊是这个囡仔是毋是伊诶孤囝，但是会当看出来，这个老爸非常疼惜这个囝。亲爱兄弟姊妹，圣经伫这个所在讲，迄个大神啊，这个大神这里啊的意思是真有意思啊。大神这字啊，伊毋是一个一般的字啊。伊毋是以色列内底的即个大神，当时的大神，当时以色列国家是受罗马帝国所统治。了后，以色列国家受罗马统治，所以因无可能是家己的王族，毋是以色列的王族。了后，罗马帝国用啥物人来管理以色列这块土地呢？用以东人。哦，以东人，希律是以东人，以东人咱会记得啥啊？就是以扫，就是雅各伊的兄哥。所以你会通看见，这个人绝对啥？绝对毋是犹太人，伊是外邦人。伊若无就是罗马人，若无伊就是以东人。但是耶稣基督敢有拒绝因的救恩？无。耶稣基督怜悯伊，疼惜伊。知影因的需要，所以耶稣基督伫迄个时阵，伊就亲自甲伊讲这样代志。我知影你的问题，亲爱兄弟姊妹，基督真肯为你解决所有一切问题。基督肯为你解决一切问题，伊的体贴表现伫对着这位外邦的大神。咱的活命的问题，如果基督对着外邦的人都有遮尔大的疼痛，对着咱相信伊的儿女的人，基督敢袂将着迄个更较水的互咱？咱会记得耶稣基督捌讲过一句话无？伊讲：恁虽然无甲偌好，总是恁抑阁知影摕好的物件，互你的后生查某囝。那安尼，恁天顶的爸，敢无将上好的物件，敢无将圣灵来赏赐互恁吗？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对咱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上帝要互咱有一个上水的结果。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上帝要互咱一个上水的结果，甲伊讲来。所以呢，基督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虽然这个大神安尼甲伊讲，总是呢，耶稣基督伫迄个时阵，伊无甲这位大神来计较，伊无甲伊讲，无即摆是我救你，还是你救我？对无？那我会安尼呢？无即摆是恁囝要死，还是我要死？啊！你即摆叫我落，我就落哦。啊！我是遐无原则的人哦。啊！你也无请大轿来。也无开面子的来，啊！你即摆就叫我甲你做咧，啊！你是摕偌济钱来吗？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基督伫迄个时阵体贴这位做老爸的，了解伊的心情，对伊讲：你即时转去吧，你的囝已经活了。这个时阵，这位大神，外邦的大神，伊讲一项代志，圣经讲，迄个人信耶稣所讲的话，伊就转去啊。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何等大的能力甲恩典！
伊伫迄个所在相信耶稣所讲的话，就转去。即个转去是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讲伊倒转去到伊原来的所在，一个是讲到伊原本着急的心情安怎，倒转来到一个安静的内面。那么经过一个代志，一个代志处理好的时阵，咱怎？有无？迄号则转去啊！就咱原本安怎，足紧张，哦，坐着火车，有无？迄号则转去，你知无？就是你心情赶紧到一个地步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足着急，足讲。但是圣经讲啥？迄个人信耶稣的话，伊就转去。伊毋是干那转去，伊要转去的所在。伊是伊心情倒转来到一个平安稳当的所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就会通有平安，就会通转去。我迄一天咧想这个代志的时阵啊，我有一个真奇妙的感觉。咱有的时阵会讲哦，某咪人去倒位啊，安尼足久拢无看。了，咱会听到人讲，哦，迄人转去啊，还是转去倒？啊，都转去啊！你是听无？哦，你听吼？哦，转去啊！哦，哈，那遮忽然，啊，无听人咧讲安怎？嘿啊，啊，就雄啊，拢心脏怎缩掉咧，啊，就转去啊！哦，咱会讲转去嘛，对。但是迄一天我咧笑念这代志的时候，我忽然怎想到一个代志。当我若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讲啥？今仔日咱所读的启应文讲，食我的肉，啉我的血，伫伊内面就安怎有永远活。我会当听到主耶稣基督的话，我就会当安怎？我若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我会当安怎？我就会当转去啊！所以我心袂阁着急啊，我袂烦恼啊，因为知影这项代志，我会通转去，因为我相信耶稣的话。啊，我若无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当然这啥转去是要去倒位啊？会烦恼嘛，会惊嘛。但是咱若真正知影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真，安尼咱就会当转去。无论是转去到咱家己徛起的厝，无论是转去到咱心情的平安，或者是咱转去到咱灵魂永远徛起的所在，伫遐有耶稣基督，咱的救主，甲咱三甲做伙。了后圣经讲，接落去，这个人伊就倒转去啊。了后伊的奴仆来迎见伊，伊的奴仆来迎见伊，毋是一个两个哦。圣经讲啊。咱看哦，51节讲，接落去的时阵，伊的仆人迎见伊，讲伊的囝已经活，伊就问讲，什么时阵好诶？了52节讲啥？因就讲，所以这仆人是几个？一个绝对毋是一个，上少两个，因为做官嘛，并且路途出入的平安。所以因当做倒转来，了个另外一个介重要的意思啊，即里圣经讲哦，因的仆人迎见伊讲伊的囝活了，迎见即个字啊，是讲到去相会去见面，但是其实伊较重要是即句话，伊是军事的用语，就是讲两军相见，哦，两个军队相见，就是对敌。安尼伫即个所在，就讲到一项代志，就是啥？死亡甲生命相近的时阵，伫耶稣基督是永远的活命。伫即个囝儿，伫即个大神的身上，伊的囝儿是啥？惊往死亡。但是因为拄着耶稣基督，伊的活命怎？离开死亡，伊对和死亡相战的时，安怎？伊阁活起来。伊赢过，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基督是活命的元帅，伊是君王。咱今仔日甲耶稣基督三甲做伙，
使者伫迄个所在是代表着死亡这方面来带着信息，但是死亡来拄着耶稣基督的时阵，伊是来条件耶稣基督，伊必须要降服是伫耶稣基督的身上。迄个人伊就伫迄个所在问讲：安尼，阮囡仔是啥物时阵好起来？也未好起来，进前囡仔是惊用死亡。但是当耶稣基督讲一句话的时阵，讲你转去，你的囝已经活起来了。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咧啥？报好消息，就是死亡和活命交战的时阵，死亡赢还是活命赢？活命赢是安怎赢？圣经讲，伫耶稣基督讲，你的囝好啊！亲爱兄弟，对咱来讲，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那连人生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咱会当活过来。咱毋是搁再惊死亡，咱是惊遇到对死搁活的德性。咱毋是搁再失败。死亡会引诱咱，会拖磨咱的生命，互咱渐渐遇到死亡。但是咱的活命是一日一日遇到基督，搁活的活命，永远的活命，日活来向前行。所以，这个人佮你做见证讲，伊就知这正是耶稣基督对伊的囝讲：你的囝活了。圣经讲，这个代志的缘故，所以因全家就拢信了。亲爱兄弟姊妹，咱读这句话的时阵，咱真容易就该读过，全家就拢信了。那咱若安尼信，我感谢主。圣经讲啊，咱无看到真济其他爱累积足济物件来相信，但是咱敢知影一项代志？这句话内底，其实讲到一项代。当某一项代志发生的时阵，时间拄啊遐尼啊拄好，一个人若无愿意相信的时阵，伊会讲啥？自死的、臭坎的，迄那是讲耶稣家医好，啊，都拄啊好的。亲爱兄弟，咱的生活内底偌尼啊侪时阵，咱得到上帝的照顾，咱得到上帝的保护，了咱讲爱自死啊，爱拄啊好的啦，哪有影讲上帝咧甲咱照顾？亲爱兄弟，咱若真做一个袂晓感恩的人，将其落尾，咱就会将着所有的心热。该归一个方向，或者拄啊好，自私的命中该有的。所以求主怜悯帮助咱，互咱定定会晓成做一个会晓感恩的人。每一届咱拄到代志，每一届咱甲上帝相同行。有个人会讲，苦难是化中的祝福。敢讲咱一直爱向上帝来求苦难吗？通互祝福通过化中不断来临到咱。咱若讲苦难是化中的祝福，安尼无上帝，我着甲上帝祈祷讲，啊来工位啊，上帝将着更较侪苦难加伫你的身上，你敢要安尼？还是无你替牧师祈祷，上帝啊，求你帮助，互牧师吼不断拄着苦难，因为迄是化中的祝福，互伊更较侪苦难更较好，安尼祝福更较侪，你敢要人安尼甲你祈祷？你若袂你来，我即晚马上甲你祈祷。咱袂嘛，所以其实咱爱真清楚来读这段经文。我更较相信，是因为咱有恩典，所以会当甲苦难病痛带到主的面前，主会当为着咱注入新的力量甲恩典，互这个苦难伫基督内底受赢过，上帝听受分享，这才是苦难的核心的价值。所以咱毋好定定。在安慰人的时阵，讲啊，无要紧啦，哦，这是上帝互你的苦难，但是苦难是化中的祝福。咱毋好讲这个话，咱一定要真思考这样代志。通过这个苦难内底，上帝要咱学习啥物货？人的苦难，敢若有一种是上界无好哦，咱上界歹接受的，就是我无代无志、无风无摇倒大树。圣经内底有一个人安尼呐。除了这个人以外，吼，无人安尼啦。迄个人叫做约伯，伊做代志真公义，因为对伊后生查某囝献济，伊照顾身边所有这丧养，照顾孤儿寡妇。但是安怎，魔鬼就伫迄个所在，一个你干嘛乱说啊，说来说去，尾啊说到上帝面前讲，上帝就甲伊讲啊，你敢有看到阮迄个上界疼惜约伯？大概
魔鬼就讲，那有啥？你都用篱笆甲伊围照顾掉咧啊！上帝到上路尾甲伊讲好，伊的性命你莫甲伊摕走，剩的你拢会当甲伊摕走。圣经讲，伫这一切事上，约伯并无用伊的喙来犯罪。圣经讲无用伊的喙来犯罪，即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人的啥？人的心所充满的，喙就会讲出来。所以即句话意思是讲，就是到即款程度，约伯伊的心安怎？伊愿倚靠上帝，虽然伊无明白上帝。苦难伫即个时阵上界歹接受，上界歹解释。但是伊落尾显得约伯心上的荣耀是大过所有的荣耀。圣经讲，上帝搁再安怎加一倍行义。那我嘛无爱迄一倍啦，我感觉较平安过。我嘛袂讲上帝无你甲较济苦难放伫我的身上，我讲上帝，我安尼现主是平安就好。其他所有的苦难，我来讲，拢甲罪有关系，啊无就是甲咱身体破病有关系，咱照顾有关系。所以苦难毋好定定甲伊讲，这是上帝化中的祝福。苦难爱去找出伊的问题伫倒位，上帝是安怎会发生这个代志？是毋是我无穿衫穿互伊烧，我会感冒，这是较有可能嘛？我无准备互伊好势，所以发生这个代志。所以有这样问题当注意。若是我，若是你，咱做的代志，拢伫主的旨意内底。了发生其他的代志，迄个时，咱才着搁较用心伫主的面前讲：主，你爱我学习什么货？安尼苦难才袂伫咱的心上造成过头的重担，甚至互咱离开上帝。一定爱相信，上帝对咱所怀意念是好的意念。圣经讲，如果人来因为犯罪来受苦，耶利米搁安怎讲呢？来，咱同齐来读青色的这段来。主虽互人忧愁，也要照伊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伊并唔甘心互人受苦，互人忧愁。所以，如果咱犯罪来受苦，耶利米也搁安尼甲咱讲哦，先知也搁安尼甲咱讲，安尼就搁较证明啥？苦难互人上帝靠近，但甲苦难讲是上帝的祝福，这是无甲我合意的。求主保守帮助咱，互咱会通明白圣经对咱所启明的代志。大神的信，撒玛利亚人、妇人人相信，加利利人也相信。大神的信，因为一个人信，伊全家来信。撒玛利亚妇人人，伊拍破伊家己，放落家己的见笑，伊勇敢去做见证，全城的人拢相信。加利利人相信，伊是甲半信，但是上耶稣基督来强化因的信心，行伫因当中，互因搁再一届来确认，这个是上帝的救赎。所以因伫这当中会相信，会有半信甲无信。但是，亲爱兄弟姊妹，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伊就离开犹太，搁往加利利去。了是到伫上路尾的时阵，你才会斟酌伊讲啥？是伊对犹太倒转去所行的。伫约翰福音4章30讲，伊就离开了犹太，搁往加利利去。伫约翰福音4章54节头到尾内底中包一个所在，一个是离开犹太，一个是对犹太倒转去翻头倒。所以犹太有分也无分，无犹太两个拢无分，头到尾拢无分。虽然伊拢受讲着，但是伊受讲的时阵啦，拢是无好的所在。总是咱都爱斟酌做这样代志。是安那犹太，伊是宗教圣地，竟然真做真歹见到上帝权能，真歹经历上帝医治的所在，难以明了救恩的所在。是安那犹太的安尼？犹太地是宗教圣地，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文士法利赛人拢伫迄个京都内底，但是迄个所在却是变做拒绝耶稣基督能力的所在。安尼，咱搁看这样代志。
大神的神全家相信，撒玛利亚妇人人的神对教全城相信，加利利人相信半信，但是基督强化因的信心。犹太人的神呢？在宗教人士、在牧师、长老、执事，因的神因有满腹的圣经的知识，但是今仔日也提醒我，也提醒咱的确得爱更加斟酌这样代志。知识上介丰富的，到落尾真容易信家己。了后，伊认袂出什么人才是主角，总是认为家己才是主角。结局，伊伫救恩上无分无野无纪念。当我默想这段经文的时阵，也搁再一届伫主上帝面前祈祷，主啊，帮助我，互我伫你的话语顶面会明白，并且有能力去行出来，通互上帝你的救恩是全然伫我的身上，无抵到互我的名伫当中受撤销去。求主保守帮助咱，互咱对上帝的知识，诚侪咱活伫地面上勇敢的心。今仔日世代咧改变，有一款物件，即马马斯克咧讲，人要追求永远活，即马就是有一款物件叫做脑机接口，就是你甲晶片搭伫你的头壳内底，了后呢，你会用即个亲像咱即马5G、6G 的发射，了后即个物件会发射信号，甲网际互联网三甲相连。但是呢，你会当通过你的大脑来管理你的整个互联网，听到敢无介厉害？但是到伫落尾即两个物件，即两个你想讲你会当控制伊，但是你知影即摆 AI 有法度学习，所以呢，伊会学习。当你甲物件造出来的时阵，你的想法造出来的时阵 ，AI 会甲你学。学到尾手的时阵，AI 也用另外一个脑波，会用脑波的信号传到伫你的头壳顶内底。安尼，你的信号甲伊的信号共换，伊的信号甲你的信号共换。好，来，我问你这个问题：所以到尾啊，到底是啥物人的信号？是你的信号，还是伊的信号？你会难做伙，你也毋知影到底是啥物人的信号。亲爱兄弟姊妹，了人讲，这就是永远活。啊，这永远活，伊到底是人，还是毋是人？还是永远的机器？咱用一个问题来问这样代志。我的头壳好好，拢总健康，但是我愈来愈年老，结果心脏有问题，我换别人的心脏；结果的时阵肝有问题，换别人的肝。结果尾的时阵腰子嘛有问题，换别人的腰子；尾也佫有一个问题，胃嘛歹，佫换别人的胃。佫即摆身躯是啥物所在无换着？无换人的骹，换人的手，拢换了了。到尾的时阵，我着干那头伫遮，安尼是遮个人的物件，有我这粒头，还是我这粒头有这个其他的人物件？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我咧讲的就是讲。当头壳顶的物件含互联网内底的物件，用 AI 去甲存储的时阵，伊是会走来走去的哦。人有法度接受，当即个物件有发射脑波来影响即个物件，即个物件会当理解，安尼是毋是表示即个物件有法度含即个物件相换？就是一定有法度相换，毋才有法度讲会法度联络，对无？安尼，咱会讲咱有法度控制伊，伊无法度控制咱，一定有法度控制咱。并且你佫解你知影马斯克有一届看到佫英国原来有即个问题，就是讲我已经甲即个电脑安怎关机啊，但是电脑表面上电火花去，但是后壁安怎后台运作？安尼后盖你电脑关起来的时候，你想讲我无受电脑控制啊？敢真正无？他会伊敢袂家己生一个回路，甲伊发射一个电波来影响你的头壳？我认为这是绝对有可能的。
所以究竟人到伫落尾要怎样去定义一个人？是安怎？圣经内底甲咱讲，毋好，互你后盖圣经讲啥？伫你的头壳遐内底有一个印记，因为当你装入迄个脑头壳内底装入迄个发射的射器的时阵，上盖落尾究竟是虾米人？究竟是虾米人咧操纵迄粒电脑？所以，虾米人咧控制电脑的上落尾？伊是良善还是邪恶？咱家己会当看出啥物叫做冤冤活无？耶稣才是冤冤活的石头。你活地，你是要活到倒位？人活地的意义是啥物货？是抵挡上帝，还是要甲上帝相甲绑行？所以这样代志爱思考。耶稣才是生命的源头，伊的救恩搬过征作，伊搬过宇宙。救恩上界大的是这一点，搬过受造物甲创造者。上帝将伊永远的活命赏赐予咱，那这点我感觉上界钦佩。迄一工手机啊，若甲我骂，若手机啊若甲我骂，我安怎？我可能来受气，我就哪甲手机啊摔互歹，你知无？但是上帝伫咱甲伊骂的时阵，伊还阁宽容赦免咱。我毋是讲咱爱骂上帝，上帝伫咱无知的时阵，阁赦免咱。咱是受造者，咱是受造的物，但是伊是创造者。上帝安尼疼惜咱，伊带来，这才是安怎？咱真实的敬拜，活命的精神，对伊的信心一定会带来改变甲精神。人对上帝的话语有真实的信心甲实际的行动，咱才有可能得到这个加百隆的大神，伊所看到的新者，也会成做咱活命的经历。咱三甲码头来祈祷，被上帝帮助阮，互阮会晓得真清楚去思考，伫这个世界一直咧引诱阮离开你的正路的时，主互阮牵条你真理的话语，甲你相同行，通互上帝你的救恩清清楚楚、深刻刻明伫阮的心、伫阮的魂、阮的肉体。阮的灵，叫阮一生的日子牵条甲你相同行，无互阮受到这个世代的改变，直到阮失去对真理的信仰甲追求，乃是叫阮坚定信心，相信你所讲的话。安尼，阮就会当对死亡当中。迎见上帝你的拯救，你的国活，你的永远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是无？咱这是着同齐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将着咱的活命献互主来路用，叫咱一生的年日甲主相同行，互主的话。牵咱的手，行人生的路。咱吟头前这节主要歌以后，咱唱到副歌的时阵，咱才开始来奉献。咱三个起立，同齐来吟唱。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望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毋茫行落去。
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望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全能的主上帝，我用感恩甲敬虔，将对你所得到的来奉献伫主你的面前。愿主你亲自接纳所有一切诚心的奉献，并且使用这的金钱，诚侪圣工的路用，诚侪传福音救人的路用，并且纪念每一位奉献的兄弟姊妹。将因的名字写伫主你的册簿顶面，通互上帝你纪念欢喜，并且照着主你所应允的，因为因专心行伫主你的面前，甘心欢喜来奉献，就主你亲自保守束缚，互因一切所献的，伫主你的面前蒙悦纳，互所行所做得主的恩賜，並且靈魂興盛，身體健康，繼續為主做美好陽光的見證。奉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阿門。阿門。请坐。今日咱第一堂禮拜就到這，各一段落。上帝祝大家平安。